你们都在怪君君，不怪他，不能怪他。啊，是陈丽君老师吗？你来啦！节日快乐啊，娟！哎，桂姐，哎，你又骗我！你又骗我！我给你倒了吗？你吃吗？大辣包，大辣包，很好吃。我允许你吃，我允许你。我的呢？秒怂。好吃。你来干嘛呀？我来送吃的是啥呀？蛋糕，榴莲的吗？千层。壳呢？不应该把它跪一下吗？你吃，来，那就吃一下吧。哪买的呀？这能买的？你是不是无言出镜？给你留点钱。什么？什么？给你留点什么？留点啥？这榴莲降火吗？好吃吗？有点酸啊！刚倒的你，倒了醋了吧？我情商不够了。吃吃。还是从前的你吗？明明知道我的心会受伤，你却依然执意的去做，根本不在乎我的心里有多痛。你们知道周华安跟贾婷在一起了这回事吗？待会儿去弄一下吧，因为那个东西在外面，什么手就是。陈丽君，应该不是金属，但是到这个肩膀来，但是只是说为了怕美琪，对，怕善变的男人，你这个善变的男人，你看，灯光都被我们嗨了。还杀了我理想。晚安，晚安，武兄，晚安。节操为对将功折彩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一只头发，哎，踩我头发折。要会是谁啊？好可爱。开美颜啊，东方里。满意，我唱不出来。哎，有了啊！没有，我放掉了。哎，没了。
说他 copy 了一个我昨天发的教程，他失败了，还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对，中间这个头颅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没什么头颅的，你看。李老师给你弄一下，头发毛给他扯一下。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扯？我是认真的，我还没有开始。你要关注到我的脸，然后这样扯。有点难救它，你看这个东西立不起来，你看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怎么办？要么重新给我扎一下。那你上面那个太复杂了，我有点难。你觉得两边搞一点，主要是你头发比我少，我觉得。你看无动于衷。那再扯扯。对我比你还细还软还塌，主要还少。你看这里没用的呀，你看我扯一扯是吧？对呀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不就出来了？那为什么呢？头发原因。搞不起来呢我。那算了吧，就这样。不住把控，你觉得小老公好把控吗？小老公，我也没去把控啊。小老公不需要我把控，小老公是被那个跟你差一个字那个叫啥把控的。啊？哦，那个是云霄吗？你和陈丽君在这边被叫夫妻吗？啊？我的位置正宫做的挺稳的。哦，那你的情敌都有谁呢？现在屏幕前面都是情敌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好，快，下去。好，来音乐，哪里开始配音乐？3个人。起来了，重起来了，开始啦！配下去了。你们女人真好凶啊！可以，你掰着，我太饿了，你再掰着。第一次就成功了吗？我要打出一条最优秀的答应陆岩老师。哦。最优秀的，有什么这个叫什么？没奖励。没奖励，我为什么要打很优秀的？为了我。试一下，尝试一下。尝一口温柔的拉提。你就一般不出镜的，直接出镜一下。无欲无干。出镜啊！你不是个人。为什么这个练完是硬的翘出来的？因为我要给他练得特别优秀，然后绑得特别紧，他已经直接就可以走了。这要注意我的情绪。卖个份来。你的脸蛋好可爱。你说啥，多多？你的脸蛋很可爱。哇，好好吃啊！我老公阿姨他也可以当那个当你的老公。因为我好看，所以他能当我老公。喜欢你呀！好喜欢我。我觉得你下次可以上电视了，穿一个婚纱裙。为什么我上电视要穿婚纱裙？因为你很漂亮，似乎已经世界第一漂亮。我是不是世界第一漂亮了已经？你好漂亮。方小米好好听的名字。哦，你觉得方小米这个名字好听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方小米啊，好看的方小米。好，会说话。我被你撩的真的是，我被个小孩子说的脸都红了。我当真了啊，多多。你有没有生孩子？我没有，我在小米生孩子。小米生了个女儿。
蒋小宝。对。我吃到亚洲爱眼瓜瓜的。白白的小猪蹄，哦，白白白白的小猪蹄，哦，白白白白的小猪蹄，可可爱爱的小猪蹄。收工了，收工了，终于收工了，真的让人好开心，让人好高兴。收工了，收工了，终于收工了，一切都顺顺利利，一切都如意。都说我脾气不好，我脾气不好怎么啦？谁要求就是谁一定要脾气好啦？因为他原来也是。你们脾气好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可以。对的，给你们看一下魏老师。来，过心好了。很丑吗？我进这里面就很丑，说话也讲。你过来。让你改装，我这卖花女人，你改装我真的生气。哦哦。君君吃过我做的饭，我也吃过他烧的面。都好吃的，会的会种，他没有烧泡面，他烧的嵊州的炸面。君君有阿菜，云霄也是，云霄有君君啊，俩都是我的，这问题问的，我才是赢家好吗？可以了啊，快看呀，我是双屏的，我的妻妾成群。哎呦，真受不了，走呀走。怎么走了呢？大伙他们说你对我真好，我对你真好啊，我对他不好的，哪有那个啊？谁对谁好啊？有，哪来的老陈做多司呢？跟李云霄要凑个对呀。星星两浪花，今日夜阑珊，依靠满身斗量，一只银钩啊，岁月随风散，浮生梦幻梦虽残，落霞纷飞昨恋我千帆，诉说雨千万，唱不尽烟花，愿得一人缘，美人非难，老树下起暖，相思之意静待我传，破腹终是心字眼般两相欢。都被你开心了！啊，万千少女的梦，每天都要快乐。全世界给你感谢完了，生日快乐，每天快乐，恭喜你4岁，所以你今年才4岁而已啊。你看都这样子了，怎么能吃嘛？说不定还是能吃的。怎么可能哦？我的西瓜，给它搞开来。能吃吗？这是米下的西瓜，你尝一口。会不会毒死啊？一小口，一小口。很甜，真的吗？真的是甜的，是，真的是甜的，但是它这个地方我不敢咬。西瓜，嗯。当然不是我，那个19不算。
梳妆，热来邻家少年郎。哦，心在荡漾，春风微扬，花在开放，短发一人自芬芳，心头小鹿撞，碧波轻荡。三月来百草开，云上满手问无数，虫鸣踏着你的爱说。哦哟，得了。等一下，我又回想。你已经签过了是吧？哎，签过了。来，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请和可乐。请和教堂。澡堂。双腿跪下，跪就跪。哼，外面几个相好，我到底几个？2个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有2个，打死你！还在弄封面。你这个没过了，不是你到太阳下面了。你不在我的身旁，地老天荒地久天长，没那么难忘。如果能再次遇见，我会说句好久不见。你会是少妇人，还是不停地看视线？我都左边或你的右边，会不会忽略你整个人选？想象未来的画面，只是那短暂时间渐行渐远。我像是时光一点，出现又不见，被月亮消遣。偷星星的月亮，装作皎洁的模样。嗓子哑了，控制不住。哦，救命！想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。微微翘起嘴角的重量。天山水影一床楼，人一身穷。等月光相后的小声这些有逼。有时这怎都快乐，开心和难过总要找个人说说，日子总会变好的。我妈说她要出门好几天。老板账本不常记，不人不敬不常意，可来可散一场戏，台下台上并无意。29年，世间冷暖里，三生心的自远距离，月下。在练功房
待着的时间，我总是觉得特别的安心。但是，一练完，我就要开始发呆，发呆，发呆。临酒长埋生故。